喂，大家好，又係灰星人。開始之前呢，記得幫手撳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撳埋個鐘仔，咁樣有咩新片你都會第一時間知啊。咁啊，你知啦，呢排啊成個外太空圈呢都好熱鬧，因為呢 NASA 啱啱公布咗一個真係可以話震撼全球嘅發現啊！佢哋話係一粒由外星系飛入嚟我哋太陽系嘅星際衛星上邊呢，捉到呢個水嘅痕跡啊！呢粒衛星呢個名叫3I Atlas 啊，聽落好似啲普通一串英文字母咁，但係其實呢粒 Atlas 係宇宙幾億公里之外啊，真真正正外星嘅訪客啊，即係話呢，喺呢個遠到連光都要行幾年先到嘅地方呢，科學家竟然見到有水啊！唔係幻想，唔係懷疑，係真係水分子存在嘅證據。你諗下，外太空冇空氣、冇雲、冇氧氣，連溫度都可以啊，低到零下100-200度。咁嘅環境之下，仲見到水嘅蹤影，呢樣嘢啊，真係震撼到連好多資深天文學家都講：喂，呢單嘢唔簡單啊！咁你自然都會問啦，喂，咁即係唔係話有外星生命咩？有水咪即係有生命？講真，又未去到咁誇，科學家呢都未敢咁快下定論，因為有水呢就唔等於有生命，但係有水呢一步就好似扇門終於開咗條縫咁，而門後邊可能就係另一種生命形態嘅世界。所以呢，雖然未揾到外星人，但係呢個發現啊，已經夠勁到令全世界再次抬頭望住個天，問自己一條問題：唉，我哋真係咁孤單嘅咩？講翻件事點發生啦？NASA 係用咗一個太空望遠鏡觀察呢粒3I Atlas 嘅時候呢，發現咗佢周圍有啲光，好似水蒸氣咁。被陽光拆開咗之後呢，剩翻嗰啲化學嘅碎片咁，而嗰啲碎片呢，就叫氫氧基，即係呢水俾太陽光照到之後呢，分裂出嚟嘅一種氣體。簡單啲講，就好似你煲水咁，啲水變咗成蒸汽，嗰啲蒸汽就喺太空入邊發出微弱光，呢個光呢，就係水嘅指紋。NASA 就係靠呢個睇得出嚟。咁點解地球睇唔到嘅？因為地球有大氣層擋住，太空入邊先見到，即係話呢次真係要靠太空望遠鏡先可以捉到呢啲外太空滲水嘅證據。而最離奇呢，唔係有水啊，而係佢離太陽好遠都仲滲緊水。正常嘅衛星啊，要飛到啊好近太陽先會開始出煙嘛，即係啲冰係溶咗變蒸汽，但係呢粒3I Atlas 啊，仲喺3倍地球去太陽距離咁遠呢，佢都喺度噴水，佢每秒滲呢大約幾十公斤嘅水，簡直就好似開咗消防喉咁。咁科學家就覺得好奇怪啦，點解會咁啊？咁佢哋估唔係個衛星核心自己喺度溶啊，而係外層有啲冰粒微層啊，飛出嚟慢慢被啲太陽溶晒，啲水呢就係外圍升化出嚟變成水氣雲啊，即係話呢粒衛星啊行到邊啊就漏水，仲要遠到咁都做到啊！不過，大家要冷靜下，有水呢就唔代表有生命。今次 NASA 講呢，只係揾到有水嘅化學反應，唔係揾到外星人或者細菌。水係生命其中一個必要嘅條件，但係唔等於有水就有生命。不過呢個發現好關鍵啊，因為佢證明水唔係只係太陽系先有，而其他星系都會有，即係話生命嘅基本材料可能係整個銀行都四圍飛，啲衛星呢就好似化學郵差咁，當宇宙寄信入邊呢寫住有水有機密，可以呢孕育嘅生命。咁再講多少少背景啦，3I Atlas 呢粒嘢唔係我哋太陽系出產嘅，佢係一個過客，係由另一個星系飛入嚟嘅。之前都出現過兩粒同類型外來嘅訪客，一粒叫奧默默，一粒叫巴里索夫。不過呢，佢哋只係經過就冇得長留。
呢粒3I Atlas 係第3個，佢喺2025年係被發現咗。嗰陣時咧仲離太陽好遠，NASA 發現佢有啲古怪咧，就即刻用呢個望遠鏡追蹤，發現佢嘅光譜啊，即係顏色嘅變化咧，同普通嘅衛星唔同咯，仲出現咗同水有關嘅信號。於是佢哋開始懷疑啊，呢粒可能帶住外星系嘅冰同塵啊。咁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喂，點解要咁緊張有水？因為水就係生命嘅起點，冇水，所有化學反應都唔喐得。你諗下，地球上全部生物都要靠水呼吸、溶解、運輸養分，冇水，生命根本唔會開始。所以呢，當科學家喺呢個外太空嘅衛星見到水痕跡嘅時呢，就等於見到生命可能嘅起源。唔係話真係有外星人，但係話生命喺宇宙出現嘅條件唔止地球有。而呢粒3I Atlas 最特別之處呢，就係佢證明啊，水冰可能喺星際之間漂浮流通。佢遠離自己嘅呢，原來係星系，飛咗唔知幾多光年過嚟，但依然帶住水。咁即係話呢，宇宙入邊水係普通存在嘅物質，唔係地球專利。呢樣嘢呢，對研究生命由邊度嚟好重要，因為呢，好多學說都話呢，地球最早期嘅水呢，可能係由衛星撞入嚟先帶到入嚟。如果依家證實外星系嘅衛星係帶住水，咁成件事就更加合理。生命可能真係由宇宙唔同角落嘅水信使帶嚟啦。咁啊，講翻個觀察 ，NASA 話佢呢，仲用方法唔知去睇光，仲有分析化學成分嘅。佢哋見到除咗水，仲有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等等，呢啲都係常見嘅冰狀衛星嘅分子。咁樣就更加肯定咧，3I Atlas 唔係假嘢。依家咧佢啊仲喺太空飛緊，11月中咧會再有機會觀察。臨時科學家想睇下咧啲水仲流唔流，科學比例有冇變，有冇再噴煙，呢啲都係可以幫我哋判斷咧佢係咩類型嘅星際冰塊。咁最後啦，成件事我幫你總結下。第一，NASA 真係一粒外來衛星上邊睇到有水嘅痕跡。二，呢個代表生命嘅材料係宇宙，唔係罕有。三，唔等於有外星人，但係離生命可能出現又近一步。第四，3I Atlas 嘅行為同普通衛星唔同，可能要改一下佢啲舊理論。咁啊，講到尾呢粒咁嘅星際訪客呢，好似係由一張從外星寄嚟嘅宇宙明信片啊。信入邊寫住啊，我哋嗰邊都有水，可能都有生命，不過唔好心急，故事仲未寫到尾，所以下次再有人問你搵到水係咪真係有外星人未呢？你可以笑住答佢未，不過對門呢已經開咗少少縫啦。咁啊，各位觀眾你又點睇？留言話知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